返嚟新聞時間，港股突破25,000點之後，升幅收窄，咁首季累計升超過1200點，係1年半以嚟最大季度升幅。首季最後一個交易日，港股升勢回順，大市一開始就衝上半年以嚟高位25,113點。不過內地股市倒跌，恒指收市升幅收窄至到45點，報24,900點，成交進一步增加至到1,488億，創超過7年嘅新高。第一季港股累升1,295點，係連續第二季升市。部分一啲嘅短線嘅基金嚟講咧，都見到個指數去到逼近翻近期嘅高位嘅情況之下，都開始有一啲嘅短期獲利嘅動作喺度。咁所以整體個港股嘅表現嚟講咧，短期嚟講仍然係有機會喺翻25,000點附近係稍作整固先。但係中長線嗰個嘅港股嘅走勢嚟講，我哋仍係睇得比較樂觀㗎。內地放寬第二項物業嘅首期比例，不過分析擔心無助樓價反彈。內房股普遍先升後跌，雅居樂跌超過6%，中海外跌3%。基建股回吐，計劃分拆水利工程業務嘅中交建業績之後，連同南車時代都跌4%。百麗國際係升幅最大嘅藍籌，騰訊連升3日，創過151.4嘅拆卸後新高。港交所一度逼近200蚊大關，不過連同曾經破頂嘅長和收市都倒跌。兩隻新股掛牌，高偉電子潛水較招股價低9%，福耀玻璃就升1.3%。內地股市個別發展，上海股市先升後回，上證綜合指數早段曾經創過7年嘅新高，不過收市倒跌1%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正樂報道。本港上月零售銷售好轉，但累計頭2個月零售銷售表現就疲弱。2月本港零售業總銷貨值有466億，按年轉升近1成半。但由於1月貨值跌超過1成4，所以累計今年頭2個月零售總銷貨值按年仍然跌2%。當中食品、酒類飲品同埋煙草，以及係電器同攝影器材嘅銷貨值都升超過1成。不過珠寶首飾、鐘錶同埋名貴禮物以及燃料嘅銷貨值都跌約1成6。政府發言人話：頭2個月零售銷售表現疲軟，相信係反映訪港旅客喺貴價品嘅消費疲弱。預期本港嘅零售業銷售短期內嘅表現仍然存在變數。電視廣播舊年純利超過14億，按年倒退1成9。末期息連埋特別息，每股派4個3，期內營業額增長2%，至超過57億。電視廣播表示，雖然零售市場不景氣，整體廣告市場有所下降，無線電視嘅廣告收益仍然增長咗1個百分點。旗下多個數碼頻道收益都有3成以上嘅增長。集團又話，經濟前景未明朗，今年業務仍然充滿挑戰。睇下歐洲股市嘅表現，倫敦富時100指數跌110點，巴黎 CAC 指數跌44點，德國 DAX 指數跌112點。其他新聞，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喺3個月內2次否決有關蓮塘口岸工程嘅相關撥款。特區政府同深圳市政府喺08年公布推展連接本港同埋深圳東部嘅蓮塘及香園圍口岸。預計2018年啟用，舒緩跨境嘅交通需求。工地平整以及係興建粉嶺公路同埋沙頭角公路嘅連接路等等，涉及162億嘅工程，已經喺2013年展開，但係最終超支87億。政府1月向立法會公務小組追加撥款，但被否決。政府再就其他涉及大約88億嘅工程，包括係旅檢大樓、貨物清關設施等等，向公務小組闖關。喺今年1月嘅時候嚟到呢個委員會呢，就希望爭取呢個增加撥款嘅，咁但係就不獲支持嘅。咁就兩個項目係的確係需要互相嘅配合嘅。咁呢就我哋而家就睇睇就係喺嗰個增加撥款嗰個項目上高呢，就係點樣呢可以重新翻嚟立法會呢，就係尋求支持嘅。點票結果，但係喺11票贊成、14票反對之下被否決。有泛民議員解釋係由於項目造價貴。造價超昂貴嘅一個工程啦，對香港嗰個嘅效益亦都唔係好大啦，預計嘅使用量亦都唔係好高。按規定，政府可以將公務小組否決嘅撥款項目直接提交去財委會申請撥款。有建制派認為政府應該咁樣做。其他嘅口岸嘅通關
已經係相當擠迫，因此蓮塘香園圍對於解決喺香港東部同內地連接呢個口岸嘅需要呢，係大家都認為係有需要嘅，只不過係泛民議員呢喺公務委員會利用佢哋係人數係佔多數而否決。發展局回應話會檢視項目嘅最新情況，以決定下一步嘅工作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道。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最新人口及住戶統計資料。根據統計，舊年全港人口大約715萬，18區中最多人口係沙田區，有接近65萬。其次啦係觀塘區，人口最少嘅啦就係離島區，有大約14萬人。至於各區住戶嘅月入中位數，以中西區最高，達到35,000蚊；而深水埗區住戶嘅月入中位數係18,000蚊，全港最低。新加坡一個青年被控網上侮辱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，同埋詆毀基督教，獲准保釋。16歲嘅被告由父母陪同到法庭應訊，法官准以2萬新加坡元保釋。但係禁止佢喺案件審訊期間喺社交網站貼文上載或者係批評。案件將會喺下個月17號進行審前會議。案情話，被告今個月27號上載自製影片，內容涉嫌侮辱李光耀同埋詆毀基督教。佢又被控散佈猥褻圖片，面臨合共3項控罪，最高可以判監3年。伊朗核問題談判達成框架協議嘅限期即將屆滿，中國話各方分歧開始縮窄，美國就預計達成協議嘅機會係一半半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喺瑞士洛桑，中美俄等6國外長繼續同伊朗代表開會，爭取當地星期2午夜，亦即係本港時間聽朝早限期前就核問題達成框架協議。星期一嘅談判，新華社引述消息報導，與會代表間嘅氣氛由原本嘅樂觀變成後來嘅悲觀。外交消息透露，各方喺多項關鍵問題上仍然有分歧，包括協議期限、撤銷對伊朗制裁嘅步伐，以及一旦德黑蘭政府違反協議，制裁措施係咪即時恢復。伊朗都要求將來繼續研究新一代更先進嘅離心機，與會各方未有共識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預計今日達成框架協議嘅機會係一半半。中國就話解決問題嘅思路正在形成，各方分歧開始縮窄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那麼更是應該保持定力，堅定信念，相向而行，而不能夠功虧一簣。如果今日談判冇結果，各國要喺6月底最終協議限期前加開會議。但就算達成咗框架協議，各方仲需要進一步磋商各個層面嘅技術細節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偉達報導。NBA 鷹隊主場贏攻63分。白衫嘅鷹隊自從喺首節試過短暫落後下，再冇受威脅。佢哋5個球員得分雙位數，可福特係其中之一，入咗18分。高華喺第3節大爆發，短短65秒之內連入4球，將優勢越拉越開。公鹿教練傑特賽後批評球隊嘅表現差，無論係進攻或者係防守都唔夠力量。鷹隊喺卡路爾射入最高23分下，贏101比88。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早晚沿岸有霧。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天氣相當溫暖。氣溫介乎22至27度，最輕微至和緩東南風。展望之後幾日相當溫暖，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早晚沿岸有薄霧。現時氣溫23度，相對濕度91%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係中。轉頭翻嚟有其他消息。